新界旅遊路線 68A， 由九巴營辦，來往元朗、營點及大棠、大棠山道近涼亭，只於元朗大棠大型活動舉行期間提供服務。2017年12月31日，為配合漁農自然護理署於大欖郊野公園大棠燒烤區舉行大棠賞玩嘉年華，68A線首次提供服務。因應乘客需求，九巴在12月31日決定提早於11點50分開出由大棠往營點一支回程班次。2019年12月25日，增設予多條途經元朗大馬路九巴路線的八達通轉乘優惠。2021年12月25日，大棠總站遷往大棠山道近涼亭。好啦，準備上車，睇下呢架車有幾快啦！為你寫情歌，再回播，一句一語成河，流露着心聲和愛戀的歌，假如可默許我，來日共你快樂的過，以後再為你寫歌。埋藏在野心的聲線，帶着一絲笑意，在你身邊藏了某些伏線，故事這處開展，為你當神秘化身的天使，駐守身邊一次，或時代亂世橫越歷史都不易，幸我竟可遇見。是半首情歌，風如海，天際展翅銀河，能橫渡多少星宿與天荒，竟然可盡情釋放。時候靜了，腳步輕了，徘徊在老街哼的歌。苦苦凄楚的幻覺，頃刻加速的快歌，也未能讓我的感覺熱切磨痕，牽手分手的罐頭歌，綿綿情愫沒記憶的歌，還是送你這首歌，你懂我嗎？埋藏在野心的聲線，唱盡1000遍，夜晚街燈長燈聽風岸線，這夜永遠新鮮，在耳邊純粹內心哼一句，你可深深聽見，或時代亂世橫越歷史都不易，幸我竟可遇